与老家思念了。公子，我等了些夜三生堂，今养不生子。哎呀呀，这啥有生了？这生堂果然别有异香啊！师娘，你还用了这名贵的叠杯啊，这叠杯本是先生的，竟是用它来关爱有生，真令人不安呢。哦，不，公子为了先生亏了身子，点须在中不安你。言中了。不瞒师娘，有生自欲多病，此番抱病来暖娃，一来为吊唁先生，二来就为你思娘啊，为我们。娘子。
问那谁？